恭喜你，恭喜你，大家新年添新氣。咁喺年前咧 ，Winnie 老師已經幫好多同學仔咧攞到咗學校嘅 offer 啦，真係喜事連連啊！今日咧就想帶大家嚟探訪下培僑書院。如果你嘅小朋友唔識講粵語，擔心嚟到香港插班會被排擠，而且你又擔心升中考試再嚟一輪千軍萬馬過獨木橋，解決呢兩個焦慮，我覺得培僑書院可以係一個好好嘅選擇。培僑書院愛國親中，重視中華傳統文化。呢幾年內地家長圈好火嘅一條龍直資校，從幼稚園到高中15年一貫制，冇升中壓力，一次選擇慳心15年。咁佢火咧又唔係冇理由嘅。首先佢語言咧係過渡零障礙嘅，中文課用內地人教版教材，課程可以用到普通話，同學仔粵語交流，小朋友自然就會學到兩文三語，唔使擔心語言不通。第二就係雙班主任可以照顧到每個小朋友，一個英文班主任，一個中文或者粵語班主任，師資配比確實唔錯，內地學生唔會被放養。第三點就係活動教學培養真能力，課程會設有小組辯論、項目制學習、資料搜集。呢度唔產做題嘅機器，產嘅係能表達、懂得去合作嘅學生，而且學費大概3萬港幣一年，性價比拉滿。感興趣嘅家長朋友可以私信我了解下。